健保药价新制度后个月就要施行，不过外界是咧惊讲，一旦来抬减药价，会让部分的药厂退出台源，引起欠价危机。卫福部是强调，这届调整已经是历代上少的，影响嘛真小。另外，针对取消挂号费上限，卫福部长施世元嘛强调，若是有病院联合起价，地方的卫生局拢会处理。卫福部定期公告取消医疗机构收挂号费上限，引起民众烦恼挂号费无限起。卫福部长施世元初7伫立法院表示，挂号费是行政费，无属于医疗法规范。要过若有医所用名目也是联合起价，地方卫生局有关会当介入，看看是不是有联合行为。好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要举报给这一个公平会进入去做调查。施世元认为，台湾院所竞争真激烈，较袂会乱起挂号费。那4月初起，健保新药价都要上路，一摆有4000多项药都要互剔掉，老药就占90%，多数拢是慢性病药物。调业立委烦恼，厂商可能是因为无够成本煞来停产，造成欠药啊危机，影响民众用药。卖药15年来降了只剩下2成的药价，万物皆涨，唯有药品该跌。未来半年到1年，部分药厂退出台湾市场，或者是不生产，我们怎么确保我们慢性病患的这个用药的稳定性？到目前为止提出不敷成本的有五项的药而已的哈，那我们这5项就会暂时不会调降它的这个药价。健保署表示，这摆药价调整是6年来幅度较细，只有55亿。影响层面也比往年少。那厂商认为无够成本，会当提成本分析资料，重新计价。药价调整机制会当使健保有价钱收入新药给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